保時捷底盤唔穩、跑偏、角不平、路面有異響，呢啲問題要點解決？整備費用一般要幾多？有啲咩常見問題？呢台 Macan 就係典型嘅案例，車主反映台車揸起身唔紮實，個減速帶時底盤明顯異響，仲有明顯嘅鬆散感覺。對於保時捷呢類注重操控質感嘅車型嚟講，真係冇辦法接受。我哋師傅檢查發現，唔淨止底盤膠套老化開裂，球頭都出現咗鬆曠。鬆曠嘅球頭及擺臂會持續影響懸掛定位精度，如果長時間唔處理嘅話，可能會出現食胎、方向跑偏嘅情況，甚至可能會加劇其他懸掛部件嘅損耗。Macan 常換嘅底盤件有前上下彎臂、前上下直臂、前下擺臂球頭，一共10件套。建議使用 Audi 原廠同質零件，性價比拉滿。更換全套擺臂加4輪定位，幾千蚊搞掂。更換擺臂之後有個關鍵步驟，減震襯套復位，呢個係保時捷底盤整備嘅核心工序。因為拆卸擺臂會導致底盤襯套安裝嘅位置發生偏移，導致車輛產生應力。襯套復位係為咗釋放應力，避免擺臂膠套損壞。如果冇做襯套復位，就算換咗新擺臂，台車揸起身一樣會唔穩有異響嘅問題。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施工嘅時候，會嚴格按照原廠標準施工流程嚟做，用專用工具進行襯套復位校準。最後裝輪胎時，按照標準扭力分次緊固，確保每個部件都處於最佳工作狀態。更換完底盤老化件並完成全套底盤復位之後，終檢試車完全回復到新車緊緻嘅駕駛質感，角不平路面冇異響，行駛穩定，方向都唔會再跑偏，操控質感直接拉滿。如果你嘅保時捷都有出現底盤鬆垮、異響、跑偏等情況，建議嚟做一次全面嘅底盤檢測，讓專業技師為你量身定製維修方案，揾返原汁原味嘅駕駛樂趣。